继续来看台湾发生第一例安养中心的护理师为着新冠病毒的病例，这嘛，互全台湾的安养中心拢真紧张，因为住伫咧安养中心的拢是有回长辈者，死亡率相对较悬，所以目前全台湾除了屏东甲澎湖暂时无强制规定之外，其他各县市全面禁止探视，也则是改用视讯探视。 护理师为安养中心长辈量体温，掌握每天健康的状况。早上6点4。南投县对3月23开始，大美食机构专门禁止探视，有特殊探视需求的采实名制以一人为限，而且探视必须要伫室外空旷的所在，每天只会当2点钟。护理人员嘛要做好自我保护。 很赞成啊，他们真的很辛苦啦。先量好体温，然后确实洗手消毒之后，以后才进机构。然后要下班回去之前也是一样，就是一样的步骤。另外，台中市甲婚姻馆暂停中青学院甲老人共餐服务，改用送便当或者是打包回去厝食。传出国内首例新冠病毒安养机构护理师确诊案例，各县市政府嘛拢宣布机构禁止家属探视。 可能会限制到1周1次，然后可能希望有户外的空间，然后才预约制。那最好是大家用视讯来看老人家。6都包括台北、新北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甲高雄市全面禁止探视，连家属拢袂使。台北市1礼拜1届，采预约制；新北市甲桃园市以视讯探访为原则。 台南市阁要求护理之家员工停止非必要出国，高雄市是限制你是1个人探视，防止新冠病毒扩散。各县市政府采取相关的标准，保护老人，嘛保护护理人员。